头一摆轮台议员？因为是对象不老的。阮咧表演时阵下骹是无观众。哎呀，队有啥物拢有法度，迄面拢袂垮掉。甲学校的球球差足济，会紧张。毕竟就是菜鸟啊嘛。啦啦队嘛是人嘛，嘛是会忝。你有即个讲野球的梦想？我感觉我最近练球遮尔辛苦，即摆会当教我拍一场哦。你教无啦？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一定爱放球，诶，这个是第一位，你的表现就会无共。哦，啊若走去甲破门的拍，你袂惊讲甲讲啥无信心去无？无，我那个会惊输了。这个有这强。真的，可是较早桃园杯，大家毋知有印象的网络足济。这网络甲真的还搁咧算呢。你毋是惊因的无信心，你是惊你的输。嘿，迄媒体真的真的网络媒体足恐怖。尾啊，你答应的原因是安那？无啦，就是讲，这个囡仔有一个机会当参加普罗的，这学长也好，先辈也好，拍一个比赛，啊，互因感觉一个挑战大魔王迄个感觉啦，嘿啦。我问的选手应该足欢喜的，会当甲职业的比赛。而且阁有人来加油。对哦，因为平常时也无啦啦队来加油，干那查甫喺伫边仔咧画尔。对啊。大家知影今日要创啥无？下歌词。啊，你拢写吗？啊无会。哎啊，老师你应援组的歌词拢是你家己想的吗？我先家己想，想出来，甲我的伙伴去讨论。老师，我有听到，这拢无在想吼，我拢无在想。啊，你会当讲一寡秘诀，要安怎做应援歌的歌词？最主要的是球员的名嘛。所以我想要熟悉伊的名要安怎做延伸？你搁爱看伊即个球员敢有拍全垒打的能力，伊是跑的，也是伊去快卡。嘿，因为阮18号，阮要甲普门去应援，嘿，高雄的哦，所以讲今仔日的功课，阮有歌嘛，嘿，有一条歌先来听，啊，听歌的节奏，倒位会当塞口，你上难啊。手机啊，拍哦，我家己的嘛是会听，一直听哦。对正边听入去，对倒边出去。有听啦，无入去啦。哎呀！已经在放空啊。我做互你钱你笑无？上简单有钱解决。你安怎去面对这个足尴尬的状况？就是你家己看到要听到要死，啊，拢无人要甲你插。头一点我感觉是，唔单是声的大细声，搁有迄个情绪，声的表情，无啊，咱只是大声。大家，我们的座会将我的力量借互张玉成，要有情绪上去。有法大声。以前捌咧教伊免哪讲迄个口号对无？讲话表情哦，声音要有表情啦。爱有情绪，大家才听会落啦。假使讲你声音有较大声，要毋过你的边仔的迄个啦啦队员，就是有一个沟通的思维时阵，你有啥物小暗号无？其实较济是迄我甲 DJ 老师，当 DJ 老师要看我 Q 啥物歌的时阵，我就说安尼，伊就知影是啥物歌，知影我要讲话会抓手。我先讲，来，张玉成全垒打，双手甲我抓起来。所以讲，主要的差别是我出声音，我讲话，啦啦队用动作去感染你作为球迷朋友。听到无？爱听我的。哦，你就是团长是，遮的团长。看起来应该是啦。真正拢无查某的团长吗？有，即摆有啊。要毋过查甫甲查某争，
就有迄个落差啦。男生的声较高，查某的声就是敢若较幼。女生团长就爱低落低。来，来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来，彤彤，哎，比我更加低，比我更加低。这个咱做团长袂歹。我感觉团队最重要的哦，无做一个整合。有迄种 leader 的感觉。啊，毋过其实无其他的人感觉，喂，那会是对无？有人拄仔讲问讲敢有查囡敢一定爱查甫的？嘿，系啊，所以因敢若开始开始有一寡味哦，迄个。好，那安尼新本组再来偷听。1、2、3。分两组比赛啦。阮这组选苏子成，因为伊长得上紧。阮这组是选林慧恩，因为伊投甲拍拢最厉害。所以阮决定用因两个来写应援词。伊即摆咧甲大家选手的名有无？因知影叫啥物名了，对那名去设计。这无简单，因为要写做台语啊。对呢，已经足困难的，啊，搁要写做台语。我感觉看到较早的家己，拄礼拜要想到应援是啥物，就足侪想象，看起来敢若足简单，其实有足侪美感。爱注意啥，爱注意啥，爱注意啥。所以讲，我就一直在想讲，我要甲我较早的家己提醒啥。抓落来，第2题。啊，都有。阮有歌，有词，有口号嘛，拢有啊。所以啦，就是动作。哦。我叫是三个舞蹈老师。动作。所以你去想讲哦，全垒打适合啥物动作？啊，这个适合是啥？我想到啊。开始咧想啊吼，好。来，我们全垒打像。开始。对吧？我们全垒打苏子成。哦，已经有一个型啊呢。全垒打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天分。今仔日袂解乱呢，咱去找迄个无太阳的所样。观众爱。普南中学。苏子成，Go Hit！ 全垒打苏子成 ，Go Hit！ 我讲我编就好啊。Go Hit！ 苏子成，安尼就好。跟老师讲，爱上半身的动作看。对啊，伊会当啊，阮嘞 Go Hit！ 苏子成。啊，你讲出去。小莫伊其实是一个就甲大家人拢相处了就好，伊就亲像一个史莱姆，每一个人拢接得就好。也毋过，伫这个过程中，沉默邻这个人无去。因为我拄仔在写应援词的时阵，其实我会当看出伊心内底有足侪想法，也毋过毋敢家己想法讲出。跳舞伊嘛跳得最好，伊嘛有想法，也毋过有赢讲啥，伊就讲哦无该安尼该。哎，你是要对一个啊？你要对？爱说嘛？爱说嘛？Go Hit！ 苏子成。个安怎是安尼，还是头前尔？边啊？哦边啊。这有淡薄仔可惜，所以我希望伊会当表现伊家己。跟有咧替别人想哦。伊希望大家拢会出意见。会当表现。5、6、7，会听嘛？要休困嘛？袂，咱是啦啦队。你爱去中来，我知。跟一届啊！袂使伤惜死的，我无懂。好，咱即摆破门。安娜，我甲你讲破门。这鱼啊咧想。破门。这个我袂使。你在先考虑阮三下。对啊，阮三下我懂。慧文，我第一个你第二个。破门，啊你话你破门，你咁好看。我其实甲以前的我就想的，就是伊做啥物代志拢要第一名，做啥物代志拢表现。因为我以前球队的嘛，我以前队长，所以我讲话是其实较大声。也毋过你落去球场了后，你去教室还是你去倒位，都无人要甲你插。你想讲，你第一名，你第二名，到底想要安怎？紧嘞，破门。hit！ 你是唱啥啦？足好在。对好，我嘛感觉足好。足好在，敢有较简单呢？足好在吗？今仔日若是做一个单人活动，你要安怎拢不要紧。要毋过你今仔日是啦啦队，阮是一个团体，
卖大概拢是你家己，你会互人讨厌、甲欺负，我是较烦恼伊安尼。右边跟左边拢跳一摆。地条婚，地条婚，破门破门，马达马达噔噔噔。但是我脚拢甲恁无共比，我要安怎？我来头前。好，安尼使。好，进前看花花的，感觉伊足热情的，讲足侪话，但毋过伊私底下无讲遮尔侪话。第一名。啊，是对，第一名，噔噔噔，第只干，第一名，噔噔噔。好，因为花花伊就会伫咧跳舞的时阵，伊嘛会去头前啊，带大家做伙去做一件代志。那咧跳舞的时阵，花花伊表现的甲迄落，伊可能较会跳舞，啊，毋过伊的其他团员跳舞对因来讲较困难淡薄啊。因为大家人的底无共款，是的有的人无共是本来就咧跳。破门破门，马达马达噔噔噔。破门破，地条婚，地条婚，迄度林慧恩，第一名林慧恩。无讲，其实互阮帮助上大的应该是花花，是阮新的朋友。会使。做带头的最重要的呢。做带头最重要。伊若讲伊的规定甲伊的作风吼，互咱的全部队员不服啊。伊无法度带人呢。这组敢有团长？这组？这组看起来目前无啊。你的团的团长敢是大家选出来的？你的团？大家选。会投票就对啊。有当时啊，公司嘛会评估，爱看伊有甲大家教的能力无。哎呦，海水，你敢好啊？哎呦，要查阮来。阮那洪亮在这。我是啦啦队的，咱拢咧拍你，啊，恁咧创啥物？我甲你讲，因为阮新做完，所以阮会当在内底找恁去。我是温柔的。哎，不管你老师来，阮就无人来啊，老师来。我在玩 gay 呢，玩 gay。江美行。迎新啊，伊都叫来咧吹咧，在呛声呢。黑豆林慧恩，第一名林慧恩。浩芬老师，这样难，这样记会起。那我就难，因为啦啦啦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球迷，我是观众，我就袂晓跳。哎，阮遮难的所在是啦啦队。你即摆在啦啦队，你爱专心跳啦啦队，袂当互我影响。哎，我就是啦啦队，我会当跳哪甲你开讲。我真的无你卖烦恼。因即摆是咧玩 gay 哦。好无？今仔日是战争啊，今仔日战争啊。今仔日淘汰，哇！我也有理出来哦。啊，今仔日我就故意，我是调工的哦，我是讲我是调工的，这个节目会淘汰的。来，向北星。剪刀石头布嘛，对不？来。苏卫星，夹到石头切，夹到石头切。我就甲你讲，你也是。先看表演。来，音乐甲走嘞。破门，林慧恩，破门，林慧恩，地条婚，林慧恩，第一名，林慧恩。Tempo 较紧 ，Tempo 较紧，而且因家己敢若无啥熟。来，我走。要唔过我有老师你可以刮手吧？谢谢老师。来看小抄。老师谢谢，老师谢谢。哎，阮拄则无真呢，你做咩？你家己忙无忙的好不好？我先讲哦，正式的时阵无法度，你要背开哦。老师有该开掉啦。出门走学。抛门，转内大苏子成 ，Go Go Hit Go。苏子成，唔免惊，第一名是阮蛋蛋。啊。有人袂叫，我当然袂叫。我是哦，我那边都公办。袂歹。哦，因的 tempo 较好，因为吼，阮啦啦队爱带球迷做伙跳、做伙滑，所以收难的球迷会较无遐简单会当学起。所以讲你若排较简单的，因就会对你跳。对。啊，因若看起来对袂着，因就放弃啊。对，因会放弃。要唔过这是第一关，我
讲这了后，我想要去看第二个课题。即马阮拢是观众。嘿对形出来教阮要安跳。啥物主讲？也是你讲一段，我讲一段，伊讲一段。哦。你主讲，拢你讲。拢来讲哦。最简单的动作拢是重复的尔，所以第一段歌词就是虎门中学，爱看一拍哦。倒一边开始啊？为恁的正边开始，好，所以5、6、7、8来一个5、6、7、8，虎门中学对，恁这是恁家己画普门，爱讲台语哦。然后嘛是你的正手普门。建议这一组不错，因有甲动作想会较简单。我看一摆，这会当用啊，这我家己差不多啊。苏子成，虎门中学，普门山内大，苏子成go hit 苏子成，唔免惊，第一名是阮大大。你学了足紧的呢。袂歹，来攻守交换。啊，阮就伫遮位歌词开始就好啊。阮先画破门两界，但是这恁要动作，阮家己破门，啊，这阮才做伙，恁爱画捌打林慧恩。另外一组伊个口号真好记，虾米化名，虾米化名，要毋可以动作，我来调一个，你来调一个，我画啥，恁画啥，所以讲伊连动作拢甲口号分开，会当调整。林慧恩，啊，这个免恁，换阮。破门，捌打林慧恩，破门，捌打林慧恩，爱讲球，去到林慧恩，第一名林慧恩。哎呦，我感觉我是啦啦队，毋是球迷。较复杂，较乱呐。对。所以讲到时阵啊，恁得要去教普门的学生，想要安怎教互因听有。佮有动作口号要安怎画？这组的动作，我感觉已经会使摕去用啊。这组我想要调整的，你口号好记，要毋过动作我感觉毋免你一个我一个，安尼就调一个，大家表现就好。多谢老师，来底。我想要食冰。喂，小超，大家有冰还有冰。上好就应该是建舞啊吼，伊带了较简单啦，动作较精致啦。我是感觉建舞因迄团较有团体的感觉，因为因有来有往。你讲的我有想法，我嘛有意见，阮会当交流。啊，毋过另外一团敢若较少咧交流，敢若有一个人咧发声尔。我点上好上另外一段，一段迄个画你感觉另外一团迄个画？嘿。因为我感觉伊迄段无团长嘛，对，但是伊愿意跳出来指挥大家，我感觉伊的勇气可嘉啦。哎呦，伊敢承担啦。对，他敢承担。Mission is coming。菜鸟爱分做两组，分别替大江二军也到普门野球队声援。菜鸟爱好好加油啊！有无来啊？台梗。哦，要甲职业吧的比赛。对。足紧张的，因为头一届来遮比赛。会紧张，因为是对上不烂。伊来的拢职业吧呢，因会感觉足欢喜的吼。对啊。足激动的。无简单的，感谢恁愿意安尼练习要比赛嘛。对，系啊。安
尼是当当有无参像一个小公主呢？这量身定做的，大家人的赛事拢无共，所以这我的衫无人会当甲我抢。这摆心情就忐忑。我头一个来报名，我想了，会食啊名字，就热诶。你讲跟你做应援词就紧嘞，你猜那种这了就好。你看网路诶，我要改学了，伊讲伊看网路。因为阮应援词是9个球员嘛，所以大家拢是对家己的应援词较熟悉，要毋过对别人做应援词拢足青春的，我会足欢乐。叶浩恩，众炮出奇言浩恩，懂一懂言浩恩。你看，我那袂欢乐嘛，我那袂欢乐嘛。一到宿舍哦，物件放诶，走去一楼跳舞咧，比跳诶，对无？你讲对对。即因两个咧跳，常常咧看。OK， 换组变组，伊甲常常跳，啊伊看，就安尼三轮绕跳。阮跳甲迄录影机拢无肢体，无肢体啊吗？无拢无。啊，你哪连线的状况是安怎？因为阮无共组的。连线状况哦。这摆上欢乐唱。啊，这摆上欢乐像吗？你昨昏倒来的时阵，宵夜时阵抱怨就济。我无抱怨就济吼，有淡薄袂赴啊，有人就只做一寡细节。开刚手音状字啊。它是怎么起来？它是这样子还是简化？对对，是这样。安的勾。哎，等下往后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做吹毛求疵，啦啦队只要动作一样就好，你管。因为回文看吹毛求疵，伊就要求完美。我咱几捆一点钟尔，一点点步。鸟摸来看鸟摸。我无安那。哎呦，有比赛啊！看人安那甲因加油。来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上大碧湖棒球场看今仔日的比赛。咱今仔日邀请到台中龙鹰队这个先辈来指导咱较少年辈的国民众啊。哎，真专业呢。到第3番，陈伟凡。第一局顶半局，虎门的进攻，2支安打，但是即马垒上敢若一个人，因为拄啊拍第1支安打的廖子耀，伊二垒加盗垒失败。拍即个球，互伫一垒正换观众胜者接杀出局，3人出局，留一个残垒结束。好的，接下来轮到台钢雄鹰进行进攻，需要借用大家的声音一起来给台钢雄鹰加油，好吗？飞林一起来帮陈飞林喊出安打，安打来安打，陈飞林全场一起来，安打来安打，陈飞林，安打来安打，陈飞林，一起来，团结起来。
长的歌啦。哦，因唱台江的歌。团长的声就足 power， 会规个气势啊，甲迄个感觉拢带起来。高中高标，跟着宋博翰把对面打到冰掉标，冰掉标。双手贴给我，后门 go， 后门 go， 你那拢不欢迎。阮一开始拢叫因甲阮做伙画，因拢话因讲，拢讲是安尼。我感觉因即摆心情是，我即摆是啦啦队，也毋过我袂甲我啦啦队是咧去棒球加油做连结，也袂介深的。但是我会画嘛，我讲啥伊莫听话，我会讲抛门，安尼的。啊个像，比如讲苏子成哈，抛门，苏子成，抛门中哈，苏子成，这是第一版，就是就简单嘞。因为阮的音乐较少，所以重复性会较悬，所以较无力。啊，还有一个小撇步就是，你在做移位的动作，跳过时你会当移位，我们真正感觉6、7、8，来因为我家己是运动员，我嘛知影运动是一件最辛苦的代志。也毋过，毋管你是球员还是观众，你若是有加油，迄感动你才会哇！原来棒球是安尼，原来边仔的啦啦队加油是这有气魄，这么激励人心。5、6、7、8，后门陈伟凡，后门中棒陈伟凡。面顶咧投球的时阵，听着伊咧喊声，我会感觉足欢喜的。这是第一届，互人加油。到最后，伊嘛会用迄棒子安尼讲，啊做伙跳，我感觉真正足感动的。这是我今仔日无想到的一件代志。就算讲即摆是落后足侪分，也毋过啦啦队伫遐加油，加油，莫放弃，莫放弃，就感觉讲哇，阮观众好像就拢互激励着，安尼球场的球员嘛一定有。因为阮伫球场上就是做教练的，训练两项代志尔嘛，提醒甲叮咛嘛。啊，当然比赛输的时阵，真侪选手拢爱人学乐。对啦。吼，爱人肯定嘛，这是一定的人性嘛。有差啦。有差有差啦，系啊。有这啦啦队的带动吼，我感觉迄个球员咧拍球的气氛加足好。嘿。恁伫边仔加油嘛是比赛的一个迄落重点，毋是讲。球场顶头人咧比赛尔，对啊，边仔人咧加油嘛咧比赛。对。大家有咧给我开名啊？啊，伊做够了的啊。哦，伊做够了咩哦？做够了。啊，只条头就是足白嘛，足古锥啊！啊，毋过伊拢一直在偷懒。三垒大。
用去隔壁拍妹妹。哎呀，妹妹家四个无够，搁去隔壁搁4个哦。先灌咱一球，机会安打。机会向前行，下一个运动向前行，机会向前行，下一个运动向前行，快！袂记你动作，我即摆是动的。我一直偷看，一直偷看，一直偷看。我会唔知影要看倒，是看观众啊，嘛唔知影要来看，要来甲观众互动。再次总领先，一起来总领先。我无想过会遮尔啊点呢。哎呀，对，有啥物拢有法度，迄面拢袂垮点。哦，开始要被动的呀。我都跳到这，我下面拢唔知要安怎管理啊。我看伊敢若要笑袂出来。已经用要笑袂出来啊。跳落来跳超3点钟吼。哎呀，恁敢有跳到着刷过？一定有的啊。球完拍偌久就跳偌久，跳到。哎，从哪边来？本手哟。好，今仔日这个比赛进行到这第4局后半，有2个这个参加咱啦啦队的竞选的2个水姑娘啊，一个糖糖，一个慧文。哦，啊，这即马这个报的这人真厉害呢。嘿，梁公斌啊，梁 Sir，就是讲伊头一个。就是咱咧讲播音员啦，是，咧放送啊，咧播音员的公司的时间是，国语咧放送的时阵，用台语的，嘿，用台语的。啊，那即摆的6队，恁2个恁上支持倒一队？当然嘛是台钢啊。是啊。哎。较早啦啦队拢是主要的角色啦吼，但是这几冬啦啦队。伫球队台湾的这个棒球文化内底，真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假设讲你是台更乡民的球队，结果表现足好的人，中信兄弟讲，甲你调薪1倍，请你来中信做阮的啦啦队。就算讲中信伊甲你较悬的薪水，但是你和因的球员无一定有迄个默契啊。然后选手要请你做伊的女朋友咩？看起来没吧？袂歹。现在搭架是张玉成，投手是陈佑明，现在投手是叶伟成。你目睭真好。即摆这球拍安怎？跟他袂歹。啊，敢若袂，敢若袂歹，伊无讲唔对。想也袂歹。你看到啥讲啥咧，用词渐渐还有站。咱家己看当然有情绪，但你讲出来，你又叫观众骂。哦，真的。歹势，你等帮我加掉。咱敢袂当讲台更稳赢？因为棒球比赛就是无讲稳的，无拍到最后，但是阮会当讲破门要赢真困难。哦，变过来讲，讲话艺术啦，袂当讲稳的啦，比赛哪有稳？无咧稳的啦。啊，哪个活起来啊？哦，停，体力较好哦。啊，迄面啊，若是忝咯着，安尼，不是？愈忝的时阵愈爱笑。对，伊安尼是对的。
正就感谢迄全部的学生，开始融入他们的世界内底。就欢喜的，我组队甲客队拢想要跳。我感觉比我想的搁较忝，嘛较趣味。那个应援呢就好耍，啊嘛就忝的。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咧哪滑哪跳，咱应援词做出来其实拢无啥滑，有淡薄可惜啦。今仔日的团员拢表现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一定爱放球，这个是第一位，你的表现就会无共。阮真该安尼，可能后一届会当搁加开场有进来，搁后一届加中场有进来，我会当豆哦。就是继续加油，毕竟就是菜鸟啊嘛，慢慢练。有机会咱来棒球场小组，应该较加油的哦。真无简单呢，当甲姐仔做伙比赛，我感觉因应该心内拢足感动的。迄就敢若是因后壁想要行过、想要去的梦想。那有机会，互遐个囡仔，系啊，练球会使，我比赛我感觉差球济。你敢甲因拍一电话无？甲教练会使啊。你是讲叫教练出来？叫恁教练出来拍。哎对，安尼我会使。教练真的是拢拍不老棒球啊！无啦，意思是讲，若有机会，互遐个不老的做一工的讲球的教练，嘿啦会使。因会感觉。哦，嘿，恁会当安排一个，互遐个囡仔会当嘿有合适信心的对象。拄啊，我有看到湘琴啊姊妹啊，因两个我感觉就足好，因为因两个虽然讲跳舞无讲是上高的，啊，毋过因两个伫顶悬咧笑的时阵是笑甲足会当感染大家迄种，我有感觉到，我坐喺遮看我都感染到。今一位理想介意的菜鸟啊，拉队员，而且用相机较早翕一张相片。上侪人介意做伙翕相的菜鸟啊，就是今仔日的 MVP。因为她很漂亮，我的菜。因为我觉得她很可爱。她跟我们同届，感觉我还有机会。哎，个头先。你跟女朋友呢？因为她叫我选她。我觉得小萌萌可以的。 No，敢若会当点一个？伊都无休困，伊伫咧跳，赞。哦，咱先票真悬，回文建筑票真悬。有人无票呢，啊，所以伊迄投票迄是会关系到因要倒台。今仔日咱的目标真简单，10个人
练甲敢若一个人的动作，拢爱练甲共款。伊慢一拍。毋是敢若淡薄仔乱尔吼，在的人真正是在的人的动作，用力，爱有较有力的。5、6、7，搁一遍。5、6、7，yes。5、6、7。有影呢，去变了转来，我会练呢。有够硬啊！恁较早有遮硬无？ 5、6、7、8，哒啦哒，哒啦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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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，开始无力啦哦！音乐哈，来准备。速度爱共款哦。一届，露娜来，一届。伊即摆意思是，若有人无对着就顶来哦。速度爱共款哦。搁差一挂哦，搁一届。毋是敢若跳家己的啦。露娜搁差一组啊，你的速度无共。手的关度甲别人无共。一届，露娜。搁一届，搁一届，来，搁一届，搁一遍。等下，你若是咧表演，你的情绪袂当带去表演台面顶。就算伫舞台顶跳到哭，嘛是爱继续跳。压力足大，因为伊一个人跳毋对，大家爱陪伊。今仔日会哭，毋是因为老师就有人来就是特别过来甲我讲，啊，我无想要跳2摆哦。还可以。可不可以跳得更轻松的那个？不要一直重跳。我只能先跟你说抱歉。我尽全力，就这个才即马安尼啊。我就是我嘛是，我放假的时阵嘛是无休困，就一直咧练啊。我感觉我尽全力，我嘛只会使安尼啊。我无法度，我最后一秒无法度勇敢变做第1名安尼。哈，这是我感觉这啦对参选球员吼，有一点仔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有当时拍了无好，练了无好，伊迄个心内压力啊，含大啦对拢差不多，无可能讲无想要跳好啦。对啊，无人无想要做好啊。来，跟舞，小莫，来，华华，安平。分两组哦，队的小队长停，青队的小队长小莫。等下速度，请以恁的队长为主 ，OK？ 啊，音乐准备 ，Go！看慢点，看慢点。大家辛苦啊！家己鼓掌。今仔日安尼大家做伙练习，希望下一堂课会愈来愈好。
OK， 收起来，拜托诶，收起来。今仔日我们想要颁发一个 MVP， 最佳进步奖，婷。真的，婷是顶届我真正是无看到伊，我甚至拢袂记得伊啊。我感觉我即马好，敢若无啥物特别的所在，互人看到。而且我嘛无 MVP 啥物。我赢够好啊！小队长，为什么会选因两个？因为因两个是拄仔练习较稳定的，重点是因的笑容毋捌变过，这是啦啦队上重要的特质。伊即届真正进步足侪，为小透明，互我看到，我感觉这上好呢。小琴老师有甲我讲，我跳舞较进步，可能就是会当感染着观众的迄种感觉。阿婷啊，我拄仔嘛一直在看伊呢，真的哦伊的表情啊，伊的动作。怎样？愈来愈好。谢谢老师。但是我的心中的第一名是糖糖。伊今仔日在跳舞有笑容哦。就是有一种终于被老师看到的感觉，因为我真正做拍拼的练习的，我感觉我家己我都对着大家，所以只要有闲我家己练，然后佮加上我原本是跳舞拢袂有表情的啦，但起码是有特别去加强这个所在，所以我嘛真多谢家己的拍拼。糖糖呢？今仔日辛苦啊！安怎？那即摆是啥物情形？安怎？你要甲大家讲话啊？今仔日嘛是我伫菜鸟毕业的日子。毕业的日子。伊讲伊毕业。倒台。赵可怜，伊袂歹呢，伊足好诶啊。袂歹啊，伊就水的呢，伊跳舞嘛袂歹，伊的表情嘛控制量足好诶。准备要讲毕业的感言。伊讲要毕业啊，恁较早嘛安尼哦。无，阮话拢无法度讲，就拜拜啊。阮话都还袂讲，就拜拜。来台中啊！想办法解任务，了解棒球的物件，有人要叫人淘汰。对。佫爱淘汰3个。做伙做家己的读书的话，无要做伙做代志。我有就明确答案。伊讲就知影，哈，足恐怖的。在工作的时阵，较无遐尔啊积极，大家拢袂歹啊。拄到压力，因可能就会开始哭。讲话足重的咧。